中國菜素來以色、香、味形俱全而聞名於世。我們的祖先經過世世代代不斷的努力，創造了輝煌的烹調技藝，留下了豐富多彩的飲食文化遺產。刀工精細是中國菜的一大特色。廚師會根據烹調的需要，憑着一雙巧手和一把刀，把材料切成塊、片、丁、絲、粒、蓉、末、花等形狀。這樣做不僅方便調味，而且使菜肴看起來更精細美觀，令人垂涎三尺。烹調方法多樣化是中國菜的另一特色。蒸、煮、煎、炒、炸、燒、烤、煨、燜、燉，共有數十種，不勝枚舉。同樣的材料，廚師用不同的方法烹調，可以做出風味完全不同的佳肴。中國菜又非常重視調味，酸、辣、鹹、甜、苦五味要調和得當，才能做出美味佳肴。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，遠在3000多年前，他們發明了醬油、醋、香料等調味品，來除去一些材料本身升煎的氣味，或增添食物的香味。中國幅員廣大，各地有不同的氣候、物產和風俗，人們的口味、飲食習慣和烹調方法也有很大的差異。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，漸漸形成了不同風味的地方菜系，其中最著名的有川菜、四川菜、蘇菜、蘇州菜、粵菜、廣東菜、閩菜、福建菜、徽菜、安徽菜、湘菜、湖南菜、魯菜、山東菜和浙菜、浙江菜，合稱中國8大菜系。我們熟悉的粵菜講究清、鮮、嫩、爽、滑，以用料新鮮、款式繁多聞名。名菜有清蒸魚、烤乳豬、東江鹽焗雞、大良炒牛奶等。中國菜的特色還在於它具有豐富的地方色彩。總的來說，中國菜不僅烹調技術高超，而且匯集了中國人數千年的智慧與文化，稱得上是一門博大精深的藝術。